马太福音11章，耶稣教示12个门徒以后，离开迄所在，去附近的城市，教示人甲传福音。约翰伫假年听到基督所做的事，就找伊的门徒去问伊：你就是特别来迄位，还是阮着听候别人？耶稣应讲：恁将所听到、所看到的，去甲约翰讲，就是失明的人搁看见，骹歹的人行路，麻风病人清气，耳孔袂听见的人听见，死人搁活，散赤人有好消息传互因。对我无失去信心的人，真有福气。约翰的门徒离开了后，耶稣则对群众讲起约翰的事。伊讲：恁出去旷野是要看甚物？要看互风吹摇来摇去的芦苇是无？若毋是，恁出去要看甚物？要看穿高贵衣服的人是无？恁看，穿高贵衣服的人是伫王宫。安尼，恁出去要看甚物？要看先知是无？是，毋过我甲恁讲，伊比先知搁较伟大。关系约翰，圣经有安尼记载：看啊，我找我的使者做你的先锋，伊要伫你的头前甲你开路。我实在甲恁讲，妇人人所生的，无人比约翰较伟大。毋过，伫天国上美岁的，要比伊搁较伟大。对施洗者约翰的日到现在，天国一直受强烈的攻击，凶猛的人用暴力甲伊抢去。先知甲律法所有的预言，到约翰为止。恁若愿意接受这的预言，就会明白约翰就是迄个特别来的以利亚。有耳孔的就听。我着用什么来比拼这世代的人？因亲像一群囡仔坐伫市场口对另外一阵话。阮对恁分品仔，恁无跳舞；阮啼哭，恁嘛无悲伤。约翰来，无食无啉，人就讲，伊互鬼附身。人子来，嘛食嘛啉，人就讲，伊是贪食好酒的人，是冒失的甲罪人的朋友。不过，实在的智慧对行为得到证实。耶稣有伫一寡城市行大部分的神迹，遐城市的人拢无悔改，伊就甲因责备。伊讲：哥列信，你惨啊！伯赛大，你惨啊！我伫恁中间行的神迹，若伫泰尼甲西顿行，因早就穿满衫、散火悔悔改啦。我甲恁讲哦，伫审判的日，泰尼甲西顿受的刑罚，比恁着受的较好忍受。你咧，加别龙，你爱互人甲你扶上天是无？袂，上帝会甲你迄落阴间。伫你遐行的神迹，若伫索多玛行，索多玛一定要留到今仔日。总是我甲恁讲，伫审判的日，索多玛地区所受的刑罚，比你着受的较好忍受。迄时耶稣讲：爸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将这的事对有智慧、有学问的人藏起来，却有对细汉囡仔启示。爸啊，是啦，因为这是你的好旨意。我的爸已经有将一切拢交托我。爸以外，无人捌囝，囝甲囝爱要启示的人以外，嘛无人捌爸。劳苦悲重担的人拢着来我遮，我要互恁安息。
着背我的担，对我来学，因为我的心温柔谦逊。恁的心神会得到安息，因为我的担下用，我的担真轻。